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10月18日，先知以西结书2章1节到3章3节，其中2章7节这样说：不管他们听不听，你要把我的话都转告他们，要记得他们是一群悖逆的人。看起来今天的经文来到了这一位呼召以西结的主，他要对以西结说一些话，这些话就是显明了当时的人是悖逆的，因为他要去宣讲神对这世代的心意。而在经文里面，我们会发现上帝称以西结为必朽的人，和合本翻译成人子，出现了93次。那么人子呢，意味着也是必朽的人，也就是对我们对以西结都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上帝要我们明白，也要以西结明白，人的本质就是有限的，是必朽的。我们不因为受呼召我们就自以为是。当上帝选召以西结去宣讲的时候，有一些宣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今天的经文说，不管那些悖逆的人听不听，他们应该知道曾有一位先知在他们中间，他们会反抗你，瞧不起你，就像是处在这蝎子中间，但你不必因那些悖逆的人就惊慌，也不要怕他们说的话。所以这位主很奇妙的，他呼召人，他也会为人先预告。他要以西结不是祭司的这个职分而已，而是先知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读的耶利米今天要读的先知以西结，也是就是告诉那世代的人神的心意，提醒这些话语常常都是让人不想听的，因为人是悖逆，人就是想顺着那个罪恶罪行。而持续的神不只是告诉他不要怕而已，因为这意象持续来发展，就是有一只拿书卷的手打开了书卷，哇，这个书卷里面呢，正反两面都写着哀悼、叹息、悲痛的话，也就是要让以西结知道神的心。而他说，必朽的人人子以西结你要留心听我告诉你的话，不可像他们一样，你要开口把我给你的东西吃下。不论是象征还是真的吃下这些书卷，先知以西结的动作都具有表达出让上帝的话语内化到人的内心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真知道看到一个图像，以西结的任务是艰辛的，因为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提到了7次的悖逆，因为人的悖逆一直会反抗，人的悖逆以致会给来传讯息的这些先知会不好的脸色看，会可能甚至来出恶言，或者是来对抗。那么神差派以西结，以西结愿意吗？愿意。以西结是一位顺服的人，他愿意，即便有要去的地方是这么让人可怕，因为这一位主呼召他的，一直告诉他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还有一次说不要惊慌。哇，在这个3次不要怕有一个惊慌，那么可见就是非常可怕所以神其实知道我们会怕，我们真的是很有限，我们是必朽的人，怎么会可能会不怕呢？会。但是神说，亲爱的孩子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成为你的靠山，特别是我的话语。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的意象，其实也对我们说，也给我们把神的话语的感情
我们领受进去，我们就能够体贴神的心意。我们体贴神的感情是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，甚至有神的愤怒不平。当然，神要他的子民天天从他的话语里面去体验、去了解神的心意，而我们愿意顺服，去被神差遣，即便是面对是这么悖逆的时代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时代呢，跟以西结那时代呢，其实没有两样的。我们都是悖逆的，我们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看孩子就知道。你跟他讲什么，孩子常常最多的话就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要，不知道为什么不要，但是我就是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人应验牧师也一样，很多的时候跟我们平常的不太一样，我们改变了，我们不舒服了，我们不习惯了，我们就说不要不要不要。特别是在有一些改革的时候，有一些变化，愿我们学习今天以西结一样，我们也会领受我们的神呼召我们的神的恩典，告诉我们不要怕，连连的告诉我们3次，甚至不要惊慌，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让我们放在我们的口中，放在我们心中，这些话语就甜如蜜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真的是悖逆的，是骄傲的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像以西结的顺服，明白你的心意，体贴主你的心意。主啊，用你的话语，用你的爱，让我们勇敢来面对悖逆的人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今天活出上帝的勇气，也活出那顺服的自己，因为神要我们体贴他的心意。我们明天见。